继续来看是这个部立的台北病院早起来证实，有一个外科病房的护理师来确诊，紧急抗疫接触者84个人，加在全部拢是阴性。为这个病院染疫的地图来看，到目前为止，全台湾总共有5间的病院爆发到院内感染，有6间的病院有境外来确诊，上最也是新北市的阿东病院有14位来确诊，过来是台大病院，目前快筛阳性有10位，第三是台北的和平病院有7个医护人员来确诊。入去病院量体温、双手消毒，疫情相关病人力真暗，就伫医生真无用的时阵，新增爆料台北病院证实有护理师胃着病毒。原来是5月19号，病院对专业人员普筛，发现一位外科病房护理师阳性确诊。一调发现护理师5月17号哪有着真相，捌去过放假，研判是社区感染。随采检接触的院内人员，总共84个人拢阴性。共随8位同事嘛，拢一个人一间做隔离，验出确诊以后病房目前无爱出嘛无爱进，门诊和急诊拢总减少。因为目前有确诊，一直积极消毒的和平病院，阁标出5月16号确诊的 B4 呼吸照护病房助理，当时病院无积极采检相关接触者。首先，同一间病房另外一位呼吸治疗师有镜头家己采检确诊。和平病院敢若表示，目前还阁咧疫调，但指挥中心发言无愿意证实这个消息。事实上，到目前为止，包括和平病院、全台总共有5间病院逼出院内感染，分别有3种：松山分院、阿东病院、仁惠病院，各北部1间西药剂的中心。另外，阁有6间病院是因为社区感染出现人员确诊，包括台大干务室人员、百营手术室清洁员、百护医4位去过放假护理师，阁有联医尚德院区1位员工和1位看护，甚至阁派1位急诊医师，阁有部立台北病院1位护理师，就惊病毒继续传出去，提醒大家无代志，千万莫阁对病院走。